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一寡在地农民面临订单减少的困境，因此南区区公所甲在地企业以及庙宇各买文旦230盒，送予区内弱势居民，不但帮助农民解决困境，同时予弱势居民伫中秋佳节的时阵，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咱非常感谢咱南区区公所这届发动这个企业新择幼情这个活动，不只是说帮助幼农，而且也媒合了咱南方交通有限公司郑董事长，还有盐埕北极店林主委共同来赞助这届的这个活动啊。那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在佳节的时候，能送给那个比较弱势的团体的部分一个贺礼，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社会温暖的一个表现我们这次企业户名我们总共捐献了130盒，然后感谢我们基层的里民的辛劳，然后政府发动这个政策，让我们非常的感谢，让我们企业有这个机会来帮助一些小农民。民政局长以及南区区长分别递赠感谢状予善心企业，希望透过这摆的关键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欢迎更较侪民间企业以及善心人士来做伙做公益，来帮助社会的弱势居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